选举一到，议员詹培雅伫总咨询卖用过去所争取的立活动中心等建设来开场，同时认为黄市长毋是只搞卖水果，嘛是台南的财务大将。因为从年到大已经行159亿的债务，所以希望市长面对少子化甲高龄化，一定要提出有感的福利政策。特别甲6都比较起来，咱有新的妇女无产检的车费，到厝做月内嘛只有中低收入户应该全面补助。另外，中培客停车费嘛应该补贴。我希望是全面性的，因为别县市都无含嘛。无限弱势的身份，嘛一般家庭都可以，所以在那个我们一般妇女讲诶，我嘛是喜悦的怀孕，为台南市争光，给一个囡仔就是一个给一个囡仔出生率啊，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希望能够全面性啦哈，全民65岁老人的补助健保免费，你也做到啊，但是还有一点美中不足的是，目前我们长者没有计程车的补助制度，你要看6都拢有啊。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，可是这6都都有的，市长你莫搁欠啊啦。咱还有自在空间，咱台南市还有1500亿的自在空间啦。那要做捷运呢？那要做捷运呢？你莫想遐济啦，你是现任的市长，明年就到期啊，捷运是后任要做的啦。我来思考这方面，头你我讲。真的啦，有感政策啦，你拢讲哦，希望鼓励台南市会当加生囝囡仔啦。因应少子化甲超高龄社会，议员认为伫生育甲养育的福利政策一定要做，除了某一种程度解决问题，嘛希望为黄伟哲伫历史留名，成为上有温度的台南市长。台南新闻，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